主后2026年3月初5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真正会安息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约翰福音》第5章第19、16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约翰福音》第5章。这个代志以后，有一个犹太人的做期，耶稣上去耶路撒冷。伫耶路撒冷近油门的所在，有一个水池，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。水池边有5个走廊，伫走廊有真侪病人倒伫遐，有失明的、骹歹的，甲半身不遂的。有的草本有跌等水震动。第4节，有时主的天使会落来地呢，甲水拍震动。水震动了后，头一个落去的人，无论什么病拢会好。伫遐有一个破病38年久的人，耶稣看到伊伫遐，知影伊已经伫遐倒真久，就甲伊讲：“你爱好起来无？”迄个病人应讲：“先生，水震动的时，无人甲我抱落去水池，我想要落去的时，别人比我先落去啦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起来，举你的床铺起来行。”迄个人随时好起来，就举伊的床铺起来行。迄日是安息日。所以犹太人对迄个互耶稣医好的人讲：“今仔日是安息日，你举床铺无合法。”伊应讲：“医好我迄个人甲我讲，举你的床铺起来行。”因就问伊：“叫你举床铺起来行，迄个是啥人？”伊毋知迄个甲伊医好的是啥人。因为有真侪人伫遐，佮耶稣也已经渐渐离开。后来，耶稣伫圣殿拄着伊，甲伊讲：“你已经好啦，毋通佮犯罪，则袂拄着佮较惨的代志。”迄个人离开了后，对犹太人讲：“甲伊医好的是耶稣。”因为安尼，因开始迫害耶稣。因为伊伫安息日甲人医病，真正会安息。耶稣伫耶路撒冷毕士大水池仔边，医治一位破病38年的病人。这人因着耶稣的怜悯甲医治，通阁徛起来，重新过生活。这实在是互人振奋的好消息。遐个伫毕士大走廊倒地的真侪失明的、骹歹的、半身不遂的病人，每日等待的就是得医治。咱通想象，当有人被医治的时，其他的病人一定也感觉振奋。咱真好理解，宗教领袖看到这位病人得到医治的时，毋但无替伊欢喜，阁指责讲这是无合法的。安尼的场景就真实发生伫耶稣的时代，因为耶稣是伫安息日医治人，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就用安尼指责这是无合法。上帝设立安息日，原本是要爱互人伫伊的恩典得安息，互人恢复甲上帝的关系。犹太宗教领袖却甲守安息日变甲规条化、繁琐化，因设下各种限制，譬如讲袂当搬运物件、袂当医病，甚至连细细的动作拢被看做是工作。这个真平常的举动，却因为宗教领袖对律法规条的巨魔要求，
变成做入人以罪的理由。犹太宗教领袖甲这个规条变做衡量义甲不义的标准，反倒互人失去真正的安息。耶稣选择伫安息日医治病人，是要挑战当当时人对律法的强化理解。犹太宗教领袖指责病得医治的人，摕床铺是违反安息日的戒律，也进一步要定耶稣的罪。耶稣对因讲：我的爸到现在一直在工作，我嘛在工作。耶稣明白甲遐个反对的人讲，上帝的工作袂因为安息日就停止，因为真正的安息毋是消极，啥物拢无做，反倒是积极甲上帝同在，搁参与伫伊的工作。遵守安息日固然重要，但是人若夭寿罪恶辖制，活踮痛苦绝望中间，就算守牢安息日的所有规条，也无法度得到真正的平安。耶稣看重的是人的性命价值，因为安尼，伊医治病人的行动是一个深刻的恩典记号。耶稣毋是独独互人休困安息，是互人对久长的枷锁中间透放出来，互伊所疼的人拢会当活踮上帝的恩典甲自由内面。当咱过惯势教会生活，也着反思家己是毋是甲犹太人共款变甲教条。虽然咱捌圣经的道理，也伫教会担任重要干部，但是伫咧处理教会纷争，也是人际之间的问题时，咱是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呢？设立法规的目的，到底是为着要处罚犯错的人，还是看重人的性命被恢复呢？求上帝赐互咱智慧，互咱学习亲像耶稣共款，信仰袂沦为形式，反倒是伫遵守诫命的时，要当活出疼甲怜悯，享受真正的安息甲自由。默想，伫教会服侍也是信仰生活中，我是毋是常常用律法规条来衡量家己甲别人，却忽略上帝疼甲怜悯呢？伫教会服侍也是信仰生活中，我是毋是常常用律法规条来衡量家己甲别人，却忽略上帝的疼甲怜悯呢？咱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主耶稣，你是带予人真正安息、医治、透放甲新生命的主。求你互我明白信仰的真实意义，搁互我恢复甲上帝、甲人和好的关系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